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军方日白是去攻击约旦河的西岸，继续轰炸加沙地区，有造成10个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死亡，也有34个巴勒斯坦人死亡，计共是44个。双方停火谈判拢讲无结果，甚至即马阁传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人道救援车辆27个时期枪支弹着，所以日白时已经宣布要暂停运送物资。以色列军队日白扫动约旦河西岸第北区泽林甲土坎门的反恐行动，造成几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死亡。各地加沙走廊南部用战车对加沙全境发动攻击，数十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马斯甲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战士也甲以色列部队发生冲突，发射反战车火箭甲迫击炮。The Israeli military has launched a new crackdown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While the fighting in the West Bank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war in Gaza, these Israeli military raids have taken place almost every day. Israel has reported an uptick in Palestinian attacks on Israelis as well. 战争拖愈久，以色列看起来就愈有可能摕到胜利，大肆生化解救人质。不过，爱承担愈来愈多将士战死的风险，以色列也因为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苦难，加做愈来愈孤立。哈马斯因为手头有争执，加做谈判最后筹尾。有报道指出，生化过去10个月拢踮伫加沙的地下棚坑，也无清楚到外界有偌济联络。伫中间协调的埃及、卡达影响力有限。This violence is likely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e war in Gaza goes ahead. While ceasefire talks have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week, Israel is pressing ahead with its offensive in Gaza. 17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人道车队，和以色列军队枪支弹暴力，日白宣布暂停运送物资。以色列无马上回应，粮食计划署表示，人道救援发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摆，我哪怕我哪讲无结果。停火协议爱2人签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哈马斯领袖新话，因是不共戴天的受敌，谈判也是出名的强硬。双方拢知影谈判结果会让好细节的评价也是决定性的。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